晨，大家好啊！我係偉哥啊。今日係呢個6月25號星期三啦。咁啊，今日天氣如何呢？依家出邊呢，氣溫29度啊，好熱啊，最高啊33度啊。新界區啊，仲會高多1-2度添啊。咁啊，未來1-2日天氣呢就會逐漸變差噶啦，驟雨就會增多啊。因為呢都好似話有2個颱風喺香港附近啊。不過好似係吹唔正，有一個就去咗日本。咁啊，但係呢，呢個週末嚟緊嘅天氣呢，就將會轉差啦，有機會落嘅驟雨比較多同比較大，大家出街就小心啲啦。哇！啱啱影到有個女人喺呢個政府總部側邊舉牌喎，我睇唔到咩字，俾個差佬帶開咗啦。咁好啦，交翻俾鱷魚啊！多謝偉哥嘅一早嘅一個嘅天氣報告啊，越嚟越有水準啊！即係我覺得啊，佢應該快啲加入一個嘅低 TVB 香港早晨啊！即係好似係以前葉特新唔係死鬼咗，唔好講佢做邊個啊？定係大王啊？而家香港做冇香港早晨我都唔撚知道。anyway 啦，咁啊多謝阿偉哥就幫手嚇。呢一個嘅報告，呢一個嘅天氣同埋呢一個嘅中區暫時睇到個交通仲係好暢順嘅。咁啊，偉哥就向東行，咁啊就唔知閪痕靚唔靚仔啦。咁啊，大家如果唔知即係咩叫做閪痕好靚仔咧，咁有時你搭呢一個嘅的士咧，因為的士司機咧就同啲朋友啊，即係或者行家喺 Line 裏邊咧就講嘢啊。或者係 WhatsApp 啊嗰啲咁嘅講嘢嘅時候咧，或者係微信啊咁樣，喂，乜撚嘢環境，銅鑼灣大水，即係銅鑼灣好撚多客，哇！屌你個俾喺跑馬地塞撚到閪冧啊！而家我就去緊啊，一個嘅閪痕好靚仔，咁啊閪痕好靚仔，即係話往西邊走咧就好撚好嘅一個嘅交通暢順，咁所以佢哋嘅暗語就叫閪痕好靚仔嘅。咁Iron Man 又一早又講呢一個嘅屌你為大家報告呢一個嘅香港嘅執笠潮啦。咁我諗Iron Man 咧有排忙啊，因為我哋一陣間都會講。我相信香港嘅結業潮咧就而家只係啱啱開始嘅。咁結業潮沒有停止，多個行業受牽連，五金行業亦受波及，經營多年嘅承記五金亦已宣布光榮結業。唉，真係陰公啦。咁今日咧其實咧都頗多本地嘅新聞同大家講。咁似乎中東嗰邊咧，好似就停一停唞啊，中場再戰。咁將來中東嗰邊嘅局勢點樣，就有目呢一個嘅事態嘅一個嘅發展啦。咁大家要密切住監察住。咁同埋咧就多啲留意 MHK 嘅呢一個嘅節目。咁無論我哋嘅攞香港 Morning Glory 啊、鱷魚談啊，同埋呢個英倫 Noti 啊，又或者係一個嘅香港人家書啊，都會喺呢一方面咧就多啲喺時事上面同大家就跟進同埋作呢一個嘅分析嘅。Iron Man 又講啊，喂，結業潮啊，喂，新蒲崗嘅一個嘅金寶冰廳宣布6月底結業，街坊咧就係話難找人情味啊，或者係陰鳩公啊，乜撚柒都屌你老味。跟住火炭嘅永星小廚亦都宣布結業。喂，咁撚樣搞法，香港仲有幾多鋪頭屌你老味係剩低㗎？咁同埋另外個問題就係，究竟係咪即係好似阿李家超話事，梗係執10間開翻16間呢？咁樣咁日式火鍋店喺沙田中心牛魔亦都經已停業啦。咁早晨啊，鱷魚大哥，琴日喺觀塘見到化療潘個樣有啲潮水，聽講佢最近大富豪網聚 work 咗，要半價退錢。哇！咁大撚鑊啦，恐怖接線生，因為恐怖接線生咧睇個錢咧春袋咁撚大㗎，即係如果佢要半價退錢咧，咁我唔知道佢會唔會蝕張啊？因為我相信嗰個營運模式咧，即係因為定撚咗幾撚多個人頭，咁一定要俾一個嘅大富豪嘅。咁而佢收撚咗啲網友錢咧，就即係一定有一個 mark up。咁如果半價退翻錢咧，即係換句話講，佢 mark up 嗰啲錢一定係冇撚得賺啦。咁我唔想知佢鋪租會唔會蝕入肉啦。咁我詳情我冇撚了解啊，因為我覺得即係佢嘅商業活動又唔係我想關心嘅嘢，我就冇撚理，亦都唔係話真係有好多嘅呢一個嘅公共性嘅一個問題噶嘛。潘兆聰，咁你真係唔揾得好彩啦嚇，即係下次揾嗰個地點啦。咁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就係如果你想諗住咧，就 MHK 搞一個嘅屌你個大富豪網聚咧，就可能問啲啊，屌你個成數喺一個嘅新西班牙舞廳搞呢一個嘅網聚嘅機會率係會高啲啊。佢哋嘅網聚600幾蚊位啊，哇！屌你老味，300蚊入場，600幾蚊位。咁即係換句話講，佢一定包緊咗人哋去食嘢啦，係咪先？食300幾蚊嘢，屌你老味，然後見到你乾頭恐怖接線生，屌你老講鬼
股，咁屌你俾冚家產 mark 急多300蚊，屌你老味，我不如冚家產我搞個，屌第時有機會翻嚟香港搞個，屌你老味老惡冚家產我包一個殯儀館嘅，屌你老味嘅聽冚家產，然後跟住喺殯儀館講鬼故，屌你老味冚家產一講緊到9點講到12點，守夜咁樣過癮喎，屌你老味冚家產，大家600蚊一位網聚制唔撚制係嘛？冇咁樣講啊，咁對死人不敬啊，亦都冇喺人哋嗰啲屌做法事嘅地方去玩啊，咁你我即係開下玩笑啫，係嘛？咁啊呢一個價錢我哋去日本睇 show， 咁啊老話我做開國民警衛又執笠，我做咗失業大軍，咁啊唔使擔心嘅 CLSS， 我覺得如果你做開呢一個嘅看更或者做開呢一個嘅警衛咧，一定要人嘅。詳情琴日就可以睇翻星期3晚上嘅呢一個嘅英倫撈，星期2晚上嘅呢一個英倫撈 T。咁啊，呢一個嘅國民警衛咧，照計佢成有咁多個員工，咁多警衛啊，即係換句話講，亦都有佢嘅固定嘅呢一個嘅生意嘅，咁一定需要咧就係看更啊或者係警衛嘅。咁我唔相信咧揾唔揾到嘢做嘅，只要你肯做，你唔好你住呢一個嘅香港嘅大西北，然後你咧就屌你尾啊掟你手呢一個嘅柴灣，咁你老閪都唔撚做啦，你啲交通費啊、膳食啊加撚埋你揾唔撚夠啊。咁如果地點啱，近自己住嘅地方係嘛，薪水又夠 OK 啦，咁你應該好快揾到嘢做嘅。你有呢一個嘅專業嘅資格，我唔撚擔心你 OK。咁啊，如果幾個董事唔撚開水喉唔撚做，即係唔係代表個行業係唔撚得，只不過好似聽講咧，佢接撚咗幾個建造業嘅大 project 啊，即係俾人撻撚咗數，咁啊即係見撚咗紅，咁啊唔撚想泵水喉情願就蝕鳩咗佢啦，屌咁你老味，即係換句話講，過去賺鳩咁撚多年錢咧，佢都擔心將來有機會再蝕水啊，唔好冒咁嘅風險啊，代揾呢一個嘅錢落個銀包裏邊咧，就屌你俾小心睇得呢一個嘅萬年船啦，好嘛？咁啊，今日當然同大家會講講啊，大班呢一個嘅閪餅就屌你老味，就呢一個嘅全線結業啦，係嘛？咁啊，亦都咧就有呢一個嘅姜濤喺西環嘅墮海之謎啦，同呢個分析下啦。咁同埋當然亦都要講呢一個嘅姓莊嘅民建聯小花係嘛？點解走去參選呢一個嘅香港小姐？究竟呢條女啊嚇佢葫蘆裏面賣乜緊嘅藥咧？個如意算盤點樣樣打咧？咁我都可以同大家咧就去分享下我嘅一啲嘅睇法。咁啊，當然亦都要講阿唐佳先生嘅即係一個嘅係用一個好唔令人。屌你老味，即係點樣樣講，可能即係安心啊！即係確定人哋有一個嘅屌你咩震律嘅一種嘅方法結束自己嘅生命，需唔需要咁樣屌死得咁撚轟烈咧？即係而離開呢個世界上面咧，有啲乜撚嘢睇唔撚開咧？而每一日除咗我哋嘅 Iron Man 會幫大家報告啊結業潮之外啊，亦都會同大家講啊，屌你老味香港有幾撚多人做空中飛人啊！呢一個嘅屌你老味條頸大回環啊！又或者又睇下呢一個嘅一氧化碳嘅濃度有幾撚多啊！再唔撚係啊，就屌你老味喺冚家產跳入呢個海度做一個嘅徒手潛徒潛啊！一個嘅最長世界紀錄啊，如此類推。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都可以講咧，香港咧就係依個錯撚咗字啊！咁我改翻呢個字先啊，有鳩佢先啦，唔好揾搞鳩佢住啊！呢間先改啦，我會改翻佢做老香港 Morning Glory 啦，可能個話音嗰度搞緊錯咗嚇。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嘛？即係香港都可以封佢做一個嘅悲情城市、死亡之都。每一日咧都有一啲屌你老味下，即係一個非自然嘅呢一個嘅人咧，就係用一種嘅方法就離世嘅。嗱，講開非自然死亡啊嚇，咁啊聽日咧我會俾一條嘅第3台嘅會員專屬嘅片，就係延續老講鬼故，原本就已經預咗一啲嘅資料，咁啊剩低咗啲屌你老味嘅材料，咁啊喺第3台裏邊我再 launch 一條短短地可能20分鐘內嘅一個嘅鬼故事咧，同大家分享啊呢一個日本富士山山中湖一間好撚出名嘅酒店嘅呢一個嘅都市傳說。咁而山中湖呢間酒店咧就正咧就係青樹林森林啊嗰個地方裏邊啊，即係或者可以講叫死亡森林啊嗰個地方裏邊咧好多人咧就匿埋入去咧就係了斷自己嘅生命嘅。咁啊延續落去咧，咁我亦都喺香港奇案裏邊咧講一單喺唔係好耐之前嘅入屋行劫，跟住咧就懟撚冧個事主，然後咧就有條青年咧就畏罪自殺，走撚咗去呢一個嘅日本死亡森林裏邊咧就係度頸嘅。咁啊一口氣就即係樣嘢都 related。咁啊希望呢一個嘅第1台嘅會員專屬嘅呢一個嘅鬼故事咧。咁我就喺聽日裏邊咧，就喺第1台咧就係去俾大家就欣賞到。咁如果第1台嘅呢個 special 嘅會員啊，我哋138蚊嘅月費嘅朋友啊，666蚊嘅半年嘅呢啲網友啊，或者係 Patreon 嘅朋友咧，咁你哋可以咧就係欣賞得到啦嚇。OK，咁好啦，咁喺星期一嘅一個嘅MHK 每週通訊咧，我都同大家公佈咗。咁啊，我就決定咗啦，一定會加價。咁啊。
半年啊呢一個嘅費用721蚊咧，就貼定喺2026年嘅1月1號咧就係開波。咁啊一個原本係138蚊咧，就加到去呢一個嘅168嘅。OK。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因為已經做咗13年啦，即係我哋嘅節目好諗多，咁即係喺咁嘅價錢之下睇足13年嘅節目咧，其實我就過萬幾2萬條片咧，我咁覺得都係唔係一個好貴嘅一個嘅費用。咁但係有個緩衝期，就係喺而家開始到今年年底10月31號咧都唔撚加價嘅。OK， 佢都唔撚加價嘅。咁所以咧，而家喺7月1號裏邊咧，大家咧就可以享受666蚊呢一個嘅半年，仲多送大家1個月，就俾大家咧就可以就6+1就喺一個嘅睇我哋嘅所有嘅節目啦。咁大家如果抗通脹保物價，咁你可以買2個 package 都得。咁你就變撚咗，完全咧就喺1年內咧，你都唔使擔心咧。喂，唔係啊，喺14個月內啊，你都唔使擔心咧，就我呢一個嘅加價嘅呢一個情況。OK， 咁啊，所以大家即係可以考慮喺7月1開始666蚊。半年 subscribe 為 MHK 嘅節目，多送多你1個月，或者你買足1年咁啊，即係變咗14個月，係嘛？咁啊，如果應承咗大家咧，我就相信唔會大班冰皮月餅咁樣就屌，或者嗰啲西餅卡啊屌走緊你數噶啦。咁啊，大家牙齒當金使，大家都相信我攞一個為人。除非我就突然之間就屌你老味翻大村，又或者天主叫我翻去急 call 要我述職嘅啫。咁喺度懷聲，我都會盡量盡忠職守，鞠躬盡瘁，服務大家嘅。即係我而家覺得成個世界嘅人咧，根本就係彎撚晒。你真一個人，你又要屌你老味閪去關注佢，你屌你老味閪，你自己嘅嘢就唔撚去做，人哋嘈交，你哋啲撚樣就屌你乜理啊，屌你乜關心啊，屌你乜冚家鏟炒花生啊，關你撚事咩？你屋企會唔會多撚咗米落鑊啊？屌你老母，你經期會唔會離嘴準咗啊？屌你老母，你老闆會唔會加人工俾你啊？ Mind your own fucking business 啦！屌你老母，睇下你老豆。會唔會因為你阿媽屌你阿媽就嚟死啊？然後跟住佢又屌你老母冚家鏟，老人抑鬱症走上樓跳落去身首異處，好撚過啦！等你老豆老母健在嘅時候，陪你老豆老母去飲個茶，煮餐飯佢食，買啲生果，訂下進啲愛民芒俾佢咪好啦？做乜撚嘢浪費時間咧？啲人咧就係真係實在自己嘅嘢唔夠 care，自己老豆老母唔撚你，自己揾唔揾到錢唔夠屌你老母 important， 而係去理埋啲濕，你又唔撚中意佢，又唔同你無啦無能冇血緣關係，喺咁浪費人生青春喺度屌你老味係搞鳩啲咁嘅人，你呢班咁嘅冚家產，屌你老味係個個都浪費地球資源啊！加拿大嘅又好，香港又好，曼城啊、倫敦啊，屌你老母海外呢啲咁嘅撚屌你老母香港人，自己冚家產有家歸不得 ，OK？ 屌你翻唔撚到香港，又或者屌你老母移民海外冇撚得路，屌你老母你走多轉 Uber 啦，認真去考個車牌啦，學下英文啦，你撚姜濤，屌你老母閪佢肥仔關你撚事咩？邊撚個屌你老母主持同邊個冚家產網上開多關你老母撚事咩？你條賓周會長2寸，你老婆會唔會屌你老母閪冚家產攬住你多啲，要你 come on baby 啊？唔夠會啊！你哋都唔撚你自己嘅生命，唔撚你自己嘅仔女，唔撚你自己嘅愛人，唔撚你自己嘅事業，關心姜濤係咪一個冚家產？你哋咪真係黐撚咗！全個世界裏邊啲人都係咁撚戇鳩，全個世界啲人都係黐撚晒線，所以我覺得反正都係屌你老母，我一個人改變唔撚到呢個世界，我唯有即係屌你老母集合大家嘅念力，隕石旁的天際，屌你老味飛一粒落嚟打撚中地球，冚家產大家滅種好撚過，屌你老味！係咪唔中意冇撚睇咯？關你撚事咩？真係講真，人哋嘅嘢，屌你老母，你嚟把撚咩？